好，我们这次发生了我们南湾漂浮桥这个灾难阮的渔船新台盛266、新台盛366和新台盛33船主在现在已经遭受到这个巨变价值已经2亿3000多万都没有了我希望站在我们渔会的立场，希望政府能够来作为补偿，让我们这个渔业人能够重生的机会再来就是我们有外籍的船员已经在里面船主也非常的非常着急我也希望政府尽速的能够让我们这个找到我们的外籍船员，也让他能够安心的走我希望我们的渔会在这过程当中，也希望呼吁我们的渔民在这2-3天当中，我们已经建议了政府在这个渔船通道上面尽速让我们渔民能够通行让我们渔民能够在这段期间能够来在外面能够在这捕到渔获，让我们的渔村重现以前的风貌相信这次的事件也让我们了解我们的民间的力量的结合，让我们的急救难的工作能够更顺遂、更顺利也感谢我们的格马兰的救难协会。收了。那因为这一次整个灾害比较复杂的原因是因为整个桥梁压在3艘 ABC 3艘船上面，那么整个船底还卡在航道里面，所以在施救过程当中是有比较困难的。那目前我们已经把 A 号船已经拖出这个整个被受困的区域。那目前我们已经进行有关船舱表面的拆卸。那么因为这一艘船整个已经几乎都沉到在水面底下，所以目前有关搜救的部分，搜救人员已经在进行搜索。那因为有部分的这个渔船的船友已经外露，所以整个港区里面的视线几乎是等于0，所以我们现在除了用部分的搜救器材之外，还在研究是不是把船拖到可以让它上架的地方或什么方式。那因为这一次灾害本身是比较复杂的，所以在搜救过程当中我们经过包括建筑、渔船相关专业人员在做研究，在抢救上时间比
比较久一点，我们会尽全力大家辛苦好不好？有新的进度，会，我们会把整个搜救的程序会执行到完毕，3艘船整个都会继续处理，包括今天晚上我们都会进行处理。上不了，系啊。